继续来看这个云林元中乡五地社区的长辈研发到3种米类参蓝的三色米糕，特别选用当地乌金公的土豆，甲其他在地食材来做配料，甲一般的米糕比起来，更较好看，更较好食。东仔米糕放入人酸里嘴，看起来真好食。款东仔米糕是台湾传统的米心，一般拢是用糯米嚟做的。因为元中乡五地厝社区的时代，考虑到讲，即卖健康意识较悬，所以讲用3种米来做三色米糕。我们用黑糯米、白糯米、都是长糯米以及小米，5块社区自己研发的3色东仔米糕。配料有原种在地上顶级乌金公土豆，加乡亲赞助的椒卵加盐钱。那我们就觉得要把在地的故事、在地的东西都融入在我们的幸福的东仔米糕里面。好食东仔米糕是人人爱，加上又结合在地农特产品，顺刷行销庄仔头的一项点心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